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毋知影大家有安尼感觉无？就是最近咱的台湾敢若无其他的新闻啊。咱只要拍开咱的电视所看见的新闻，就是这个总统候选人伫遐拼选举，甚至为着选举，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啥物话拢讲会出来。所以定定是感觉看甲非常野生，嘛看甲非常失去信心。虽然我相信上帝掌权，总是我会想，有遐尔侪人想要爬去总统迄个位置，但是伫因的内心，敢有真正迄种做奴仆的心肠，敢愿意屈落来带领规个国家来向前行咧？而且政治人物的内心，好亲像是坐去你迄个位就好啊，只要符合伊的党的想法甲利益就好啊。其他的代志，等4年了后，要搁选举啊才来讲。但是，若是做总统，任何所在拢有安尼的代志在发生。伫咱的职场，咱兄弟姊妹来伫公司，咱一定有发觉，有一寡同事一定是想要伫遐争第一的迄个位。甚至伫教会界嘛是安尼。以前我听讲有教会要选举丢落的时，就开始有人请食饭，盼望逐人会当选伊做丢落。然后，伊会当进入中会，就机会进入长老教会属下这个机构。另外，我嘛有听过某教会的牧师伫当选迄个总会议长的时，然后会教会伫遐放头啊，办桌请食饭。官吏、名声、财富的引诱，敢是任何人拢无法度干抵挡的。所以为着准备即礼拜的讲道，我搁读一本卢云所写的《向下的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这本册。伊伫内面有写着，咱生活伫即个竞争的科技的社会，上大的特色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想要往顶面来前线，所以咱的性命变做是一连串的战争，毋是赢就是输。若赢，我就有机会会当实现我所有的愿望。但是我若输，就会互人认为讲是我努力无够打拼。所以安尼一个信念，互真侪人是活伫痛苦的中间。但是鲁云的意思，毋是爱咱就停止伫遐，毋免努力，毋免成长，因为伊认为真正成长，甲往顶面咧前线是无共款的。往顶面咧前线的迄个动力是要变做第一，伊敢若要想要变做第一，伊就变做第一当做目标，所以伊会用权力做出发点，愿望就是伊家己会当受到高举，伊会当争做迄个唯一的第一名。嘛因为安尼，真侪丧乡破骂，还是人破袂像咱的，就互社会等伫上低层的所在。但是基督徒敢安尼的人生咧，咱敢受调过安尼的生活咧？耶稣呼召咱是过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就是向下的移动。因为耶稣亲身做安尼的示范，上帝伊会当用君王的形象出现，但是伊透过一个无助的婴儿来启示伊家己，伊会当用天军天使来实现伊的救赎。但是，伊伫死伫罪犯的十字架顶。伫耶稣的心中，咱看袂见迄个任何往顶面前线的迄个影。所以，耶稣呼召咱是爱咱学习，像伊共款过一种向下的移动，往下面伫遐前线，毋是过一种我家己好就好的生活。耶稣伊爱咱比出服侍，并且迄个服侍毋是用咱的牛伫遐服侍。是用咱的无气力伫遐服侍，这咱真无法度想象。服侍毋是用咱的才调要服侍吗？但是兄弟姊妹，当咱用才调做伙伫遐服侍时，咱敢会记上帝？咱敢若受到咱家己的才调？毋过，当咱连结其他兄弟姊妹会无气力，做伙服侍，做伙成做一个群体，因为咱什么拢无法度做啊，咱无法度，咱就会专心来倚靠上帝。毋是我靠家己的本事，然后上帝依上帝的恩赐、怜悯、照顾，就要伫即个团体显明出来。咱有一个观念，上帝呼召咱服侍，毋是呼召咱用咱的牛，
因为伊比咱搁较敖，伊无需要咱的敖。上帝呼召咱服侍，是互咱有机会甲伊同工，互咱会当看见伊的美好，互咱会当看见伊安怎行这奇妙的事的机会。所以，咱的确爱为着伫关位的人祈祷，无论是政治上、职场上，也是教会内面，也是伫家庭内面做决定的遮个人。就是保罗嘛提醒咱爱为着遮个人祈祷。保罗讲，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爱替众人恳求祈祷，求阮祝谢，替遮个王拢总的大富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宁、恬静来过日。保罗直接讲着讲，咱除了为着伊所有人祈求以外，咱嘛爱为着伫权位的遮个人来祈祷。因为伫顶面领导的人，若无好的行为，若无公平诚实的心，咱无可能会当恬静过日子。所以伫咱的祈祷内面，除了为着家己的需要祈祷，咱嘛爱为着其他人祈祷，为政府官员，无论伊的政治立场是无甲你同款，咱嘛为教会的遮个牧师、长职同工来祈祷，小组长、团体会长来祈祷，因为遮人较需要上帝智慧的引带。因为咱若失去上帝引带，遮领导者若歪带，就会带百姓行偏误的方向。所以顶礼拜咱看见上帝毋但责备遮以色列人，搁较责备遮祭司。原本祭司的责任是引带百姓透过敬拜来建立甲上帝的关系，但是咱看见遮祭司互利益引诱，因拥阮百姓一方面拜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去拜遮异教的偶像。今仔日第5章，上帝佫扩大伊责备的对象，先知用3个呼吁，讲祭司啊，恁着听；以色列家啊，恁着注意；王亲啊，恁着按耳孔。叫遮个人爱听。而且咱看见3种的对象：祭司、人民、甲王亲贵族。祭司甲以色列人民，咱因的犯罪，咱伫顶礼拜已经有讲过。所以即礼拜咱就仔细来看王亲到底遮贵族王亲，因是犯什么款的错误，互上帝责备。其实伫即章内面无特别提起遮贵族官伊是什么罪，但是若对伫甲何西阿先知同时期的一个先知，叫做阿摩斯先知。会当看见遮贵族是安怎伫过生活，遮字真济，但是无要紧，咱注意来听我所讲的。伫阿摩斯有讲着讲，遮贵族、遮王亲，因去卖义人的银，然后因去摕送向人的银，连送向人头壳顶的尘埃，因嘛要爱，因冤屈人，因倒伫迄个制度边，倒伫人伫遐放掉的迄领衫的顶面，阮伫上帝厝啉遐受责罚的人的酒，所以咱看见因安怎，因无公义啊，互因安怎来对待遮送向人，对待遮义人，因无顾因以色列百姓同胞的需要。咱佫看见，伫何西阿先知嘛有讲着，因袂晓得行正直，就是用强暴甲手夹的面。自执伫因的宫殿内面，因本身遐尔有钱的，因是贵族的，但是因去抢夺遮百姓的，藏伫因的王宫内面，并且因过是甚物款的生活咧？因是倒伫树莓做的眠床，食油群中间的羊仔、牛仔，弹琴弹瑟，唱拉弦的歌，为家己做乐器，亲像大饼。饮酒饮碗啉酒，因上快摇家己活，总是无为着约瑟的败坏而担忧。什么叫做约瑟的败坏？就是因无看见遮百姓的需要，无看见因边仔有遮送香的人，总是因倒伫树下做的眠床，因伫遐用碗伫遐啉酒，伫遐过即种奢华的生活。所以咱会当看见迄当时的贵族是遐尔不公不义。因有钱有势，总是去抢夺人、剥削人，甚至将因的同胞看做是财产，看做是商品，卖互其他人来做奴才。所以伫即章，伫
何西阿第5章，先知用2个国家历史因捌发生的代志来形容这贵族、这祭司是安怎伫捆绑人民的性命。伊拢恁做活动，伫米斯巴做罗马兵伫伊下边。米斯巴甲他边是2个地名，咱听起来真生分。但是对伫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一听，因就知影讲，因捌伫迄个2个所在可能发生过一寡历史事件。安尼历史事件就是因的百姓带因规个民族掠外岛的安尼历史事件。所以因一听到先知安尼话，因非常明白即个先知是伫讲啥物。所以先知用外达甲罗网来形容，这祭司伫敬拜顶面无带百姓行正路。这贵族伫领导方面无行正义，无行灵敏，因就好亲像是设罗网，害这百姓亲像动物，亲像鸟仔，互掠入这个陷阱内面。所以咱看见领导者错误的领导，逼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伫政治、伫信仰上规个败坏。无怪先知何西阿伫遐有喊伊大感触，因为伊是目睭认真看家己的国家。对主前750年耶罗波安二世上强的时代，败坏直到主前721年，规个互巴比伦、亚述来毁坏。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嘛爱保持警醒。虽然咱中间无人想要选总统，但是咱有诶是担任咱教会的长职、小组长、团体会长、委员。也是咱嘛有咧带逐项事工去进行的平信徒的领袖，也是咱有诶是家庭内面的一家之主。可能你即摆毋是，但是你未来有可能嘛是。如果咱亲像这祭司，亲像这领导阶层，带教会、带小组，也是厝内人行阮其他方向，离开上帝道路，影响的就毋是咱即个人尔。所以咱对第40到第7节。咱来看见以色列人对高层影响到低层，因所犯集体的罪，这个罪切断因甲上帝原本迄种亲密力量的关系。所以上帝伫遐非常的哀伤，上帝伫遐讲我捌你法人，以色列也袂稳捌伫我，你法人啊，点打你行人，以色列人就拉散。而且咱看见，以法人嘛是伫讲以色列。伊是一个同意思的词，所以而且上帝讲，伊非常了解以色列人，因的所行所做根本无法度会当稳办伫上帝面头前，就亲像何西阿看见伊的太太背叛伊共款。伊想讲上帝毋知影因的犯罪，但是上帝太了解因，因根本无法度伫上帝面前稳住因的罪。就亲像咱若看囡仔做毋着代志就好啊。其实咱每一个大人拢看伫眼内，但是囡仔若好认，搁欺骗咧，伊想讲你毋知咧，但是你已经看去啊，你的心一定是搁较艰苦。所以伫以赛亚第1章第20到第30嘛有讲，天也着听，地也着按耳孔，因为上主有讲，我捌幼稚囝儿培养因大汉，因竟然背逆我。牛捌伊的主人，牛捌伊的主人的做，总是以色列人毋捌。我的百姓袂晓想，连牛拢比人搁较捌伊的主人。但是以色列人毋捌即个因带因的上帝，嘛亲像咱有当时啊，咱嘛袂认得咱的主共款。所以咱看见上帝非常痛心的哀声。咱拢想讲，当咱犯罪时，上帝一定非常欢喜，找到机会要掠高举迄个，要伫个行物件甲咱拍。但是咱看见上帝是非常的哀伤，伊哀伤到，因为伊饲大汉的囡仔，竟然毋捌伊，竟然背叛伊。所以咱来看以色列人因伫即段经文所犯的罪，第一项罪就是第4节。因所做主动袂归得因的上帝，因为阴乱伫因的内心，因也毋捌上主。而且咱看见以色列人，因会惊歹因的言行，互因无法度通过敬拜来到上帝面前。啊，
爱会记得金钱毋是错误的性的关系嘛尔。搁较正确的意思就是，咱甲上帝关系内面有第三者。即个第三者有可能是其他的生命，有可能是关系、地位、金钱、名利遮物件。所以虽然遮以色列人维持正常的敬拜，但是伫因的中间，伫因甲上帝中间有其他的物件。所以上帝讲，遮的敬拜无法度互你来到我面前，你所做的遮的一切拢是无彩工。有一个做事人向上帝来下愿，伊讲：如果我心中所求的迄件代志，上帝你互我顺利实现的时，我就要甲我厝内迄只牛来献互上帝。上帝真正听伊的祈祷哦，伊的愿望实现，但是伊开始后悔啊，牛呢，尔贵重的动物呢，然后伊想到一个办法，伊将迄只牛牵到市场，打出一个广告。顶面写讲牛卖200块，哇，足俗个呢，200块一只牛呢。但是边仔有一段细字写讲，毋过你还连边仔的鸡做伙买，即只鸡要卖2万块。最后伊奉献互上帝偌个钱，200块。当咱维持迄个表面的敬拜。但是咱伫实际生活内面去找一寡项去闪避上帝要求，然后佫替家己找个理由，这就是用淫乱的心伫敬拜上帝。但是上帝讲安尼敬拜无法度来到伊的面前，所以兄弟姊妹，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保罗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20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换你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爱信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目屎。无你甲即世间相款，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你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即段经文甲咱讲到咱敬拜的动机是啥？兄弟姊妹，为什么你要来到遮敬拜？是因为上帝怜悯啊！若无上帝怜悯，咱哪有可能坐伫遮？咱哪有可能用使徒圣经伫遮做信仰告白？咱哪有可能伫遮做伙吟诗读圣经？这完全是因为上帝救赎，咱才会当明白伊，咱才会当坐伫遮来敬拜这个永活的上帝。另外，这段经文嘛讲着讲，咱爱安怎敬拜？就是献家己的身躯做祭。这个意思就是讲，毋但咱的身躯坐伫遮，咱的心思、意念、态度嘛，爱亲像献祭共款，全部献互上帝。但是敬拜嘛，毋是伫礼拜堂的敬拜才是敬拜。咱每一日的生活嘛是伫敬拜，但是咱要安怎做咧？就是无得甲即个世间相款，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就是通过咱每一日更新的生命甲生活，咱甲世界有分别，来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一个真实的敬拜，毋是伫礼拜堂的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毋是咱唱什么款的诗歌，才是真正的敬拜；毋是讲什么款的讲道形式，才是真正的敬拜；嘛毋是讲今仔日圣歌队唱了好毋好，花草了水毋水，才是敬拜。真实的敬拜是咱一生上帝最中心，透过礼拜每一个定数，透过每一天的生活，咱来承认上帝是我生命掌权者，咱来宣告伊是我的上主。过来，咱来看第二项罪，就是因的骄傲，因的罪孽。而且圣经讲，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干净因。所以以色列甲以法莲要因为因的罪过来吊打，犹大也要甲因三角吊打。而且有讲到犹大，你想讲奇怪，何西阿是伫北国以色列伫遐做先知，为虾米伊要讲到南国犹大的这个兄弟咧？因为何西阿是要提起南国的这个兄弟国犹大国。如果恁若无坚持，恁若无悔改，恁的结局嘛会亲像我以色列国共款。我感觉人非常奇怪，咱拜神明，咱会去找一个甲咱较合、
较思想款的神去拜。只有台湾有真侪的神明，除了咱知影那些什么城隍庙啊、妈祖以外，有真侪其他的神明。每一个神明都有因真特殊的群众去拜。亲像咱知影警察会拜什么无？关公。吼，咱知影做地理的会拜啥？陆羽。咱知影特种行业是拜啥？猪八戒。咱知影迄个拆除的行业，就是讲拆厝啊、拆物件迄种行业，拜什么神？你有看卖？孟姜女，孟姜女哭倒长城。所以看伊拜这个神是安怎？是为着我家己好处呢？所以咱看以色列人嘛同款，因的哪来哪骄傲，其实甲因拜的巴力有关系。当因正直上帝应允迄个迦南地了后，发现迦南人伫拜的即个神巴力是阮农业的神。哦，所以以色列人开始对伊拜，因为阮进入农业的生活嘛，所以阮对伊拜。可能嘛无伊有拄着丰收，所以因感觉讲，哦，即个巴力是真神呢，会当帮助阮过农业的生活。啊，迄个带领阮过游牧生活的上帝，请你转去休困啊！因开始赚真侪钱，因开始生活变富裕，搁较认为家己无需要上帝，因家己就会当过到真好。这诗篇10篇第40讲，歹人面带骄傲讲，伊无要救康，伊所想的拢掠做无上帝。这人的思想中间全无上帝。伊敢若看见感情的好处上，才巴力，互伊有丰收的生活。所以因的内心，伊已经无上帝有伫。骄傲真正是咱爱非常注意的做，伊骄傲一个仔就会走出来啊。亲像 C.S. Lewis， 伊对骄傲有非常好的解说。伊讲有一种罪是世间所有人拢无法度避免的。当咱伫其他人身上发现即种毛病时，咱会感觉非常讨厌。但是无人会想象家己嘛会犯即种罪，除了基督徒以外，上基本的罪、上大的罪就是骄傲。受气、贪心、食酒，这所有的歹行为甲骄傲比起来，根本无算得是啥物。魔鬼会变做魔鬼，是因为骄傲。骄傲会引起其他的罪。伊是一种甲上帝完全对立的状态，所以而且路易斯讲了真好。伊讲，当一个人有骄傲的心，伊什么就无去啊。即当一个人有骄傲的心，伊嘛无法度认捌上帝。伊骄傲的人永远看袂起其他的人，看袂起其他的代志，所以伊敢有机会会当看会起比伊搁较超然的上帝咧。第三，咱来看即段经文。指出以色列人第三罪，就是因想要讹洗上帝，因要带忧困、无困去找上主，但是找袂到，因为上帝已经离开因。因牵牛牵羊去到祭坛，但是找无上帝。上帝无带伫遐，上帝嘛无想要爱因的献祭，而且特别强调是因集体的献祭。伫某一寡时期、节期。以色列人是规个族、规个民族伫遐献祭，所以迄当时的牛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因会想讲，哦，上帝看见遐尔济这个物，一定非常欢喜，一定欢喜到袂记我犯的罪。但是摩西啊，先知讲，恁的行为对伫你是一点仔帮助嘛无，因为上帝已经离开啊。今仔日嘛是咱教会的议定的奉献主日。毋知咱兄弟姊妹心敢有备办好势？为教会是教导爱用收入的1/10来做奉献，但是咱伫新约看见耶稣学落的奉献是迄个献2个小钱的寡妇，因为伊献的是伊的所有，并且是伊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上帝爱的毋是咱的金钱，有可能你献的毋拿1/10。但是你若是毋甘愿献上这1/10，会是超过这1/10，上帝会安怎看咧？咱来看米迦书6章第6节到8节，伫遐上帝讲：
我就问上主，跪拜至高的上帝，着用什么啊？着用烧祭也是满年的羊仔来就问伊啊？上主欢喜千千只的牛羊吗？也是万万雕刻的油吗？我要为着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为着我心内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上主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合行。而且讲着讲咱牵牛、千千只献油，亲像溪遐尔啊济，上帝嘛无欢喜，因为咱毋是真正为着咱的罪来到伊的面前来求伊赦免。所以上帝爱是咱是啥物？就是咱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合行。所以，而且讲到的，毋是神学的课程，毋是教条的教义。什么叫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合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上帝毋是爱咱将金钱献上互伊，毋是伫教条上来收即个1/10的奉献，是爱咱将生活奉献互伊。当咱的行做伫上帝互上帝欢喜的事，就赢过咱伫金钱方面，也是咱伫物件方面的奉献。所以这是上帝讲的，你毋通想讲用物件会当来乌西我，互我无看见恁的罪，我看见的是恁的内心。所以兄弟姊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合行，这实在是咱生活上实在是真大的挑战。所以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讲做我今仔日的一个结论。有一间小道院、修道院，伊伫过去非常有名，因为真侪人去到遐伫遐修道，会当讲每一日迄个修道院内面传出来吟诗读经的声音，非常的拢无停止过。但是时间渐渐过去，来修道的人哪来哪少，所以规个修道院变到非常的冷清。所以，即个老院长常常为着修道院的未来伫遐烦恼，然后伊就听见伫远远的所在有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所以伊就行真远的路去找即个有智慧的人来问讲是要安怎来帮助即个修道院。当伊去到遐，伊问迄个人的时，迄个人甲伊讲：我无啥好办法，但是你敢知影，伫恁遐修道士的中间，其中有一个人是耶稣所办的咧。即个院长转去修道院，伊就甲所有的修道士分享即项经历。讲完了后，每一个人拢相对看，并且伫内心伫遐晓讲，到底倒一个人是耶稣办的？因为耶稣有可能是犯罪任何的人，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即间修道院竟然哪来哪充满平安和睦。修道院遮修道士彼此相听，彼此敬重，无偌久，一间修道院来的人哪来哪济。即间特别关门的修道院竟然复兴起来。兄弟姊妹，如果咱将咱生活内面每一个人拢当作是耶稣来对待，这一定赢过千千万万的献祭，千千万万金钱的奉献。并且嘛会伫咱的生活内面产生无共款的结果。希望上帝赏赐咱智慧，无搁行这以色列人因所行过的路，咱做伙来祈祷。